有些女艺人演配角時表現很是出彩，但演上主角之後，反倒不如以前那麼強。呢啲女人喺鏡頭前光芒四射，為人處世特別通透，情商又高，既有才華又有氣質，活得特別灑脫。他給我機會了嗎？但偏偏喺感情呢條路上，呢啲渾身閃光點嘅女人卻成日遇到唔靠譜嘅男人，一次又一次碰壁，喺愛恨情仇裏面反覆糾結。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足夠的信任，你真心的跟我在一起，我非常的樂意跟你共度一輩子。如果你真的緣分盡了，我也有足夠的能力跟準備。要講成個香港娛樂圈裏面公認嘅情路最坎坷嘅代表，唐詩詠絕對排第一。佢被網友們戲稱為渣男吸引體質，倒唔係話佢遇到嘅慘事係最嚴重，而係佢嘅感情經歷本身就帶着一種黑色幽默般嘅無奈感。整整10年時間，佢連續遇到咗好幾位被香港媒體蓋章認證過人品好差嘅男性，每一段感情佢都掏心掏肺，愛得特別火熱。就算對方一次又一次犯錯，佢嘅包容度同原諒程度都遠遠超出咗正常嘅想象。亦正因為佢呢種極致嘅溫柔，令佢獲得咗完美女友嘅稱號，全香港嘅觀眾都特別心痛佢。佢遇到事嗰陣總是習慣性地為人哋考慮，幫人哋執手尾。2000年嗰陣，唐詩詠因為拍青春劇同余文樂拍拖，呢段係佢人生中第一段正式嘅戀情。兩個人係因為拍戲產生感情，一邊拍戲一邊相處，但相處冇幾耐就匆匆分手。對外公布嘅講法係性格不合，唐詩詠私底下亦將責任攬上身，話自己脾氣唔好，中意耍小性子，唔識得遷就人。但係香港媒體挖出嚟嘅真相現實好多，嗰陣時余文樂私底下仲追求緊第啲女仔，同好幾個人搞曖昧，搞到唐詩詠連一個體面嘅分手理由都冇辦法爭取到。最令人心酸嘅係，分手之後佢不停咁反省自己，將所有嘅錯都攬喺自己身上，講出咗香港娛樂圈最出名嘅自我檢討式分手感言。嗰種溫順嘅態度令人特別心痛。呢段清潔嘅初戀只係個開頭，真正消耗咗佢9年青春嘅係佢同崔建邦嗰段糾纏不清嘅感情。2005年，兩個人因為一齊主持節目而識，一個係斯斯文文嘅才子，一個係清清純純嘅玉女，顏值同氣質都好襯。緋聞同戀情亦就自然而嚟，外界一致覺得呢兩個人係天造地設嘅一對，都認為佢哋可以長久咁一齊。邊個都冇諗到呢段被睇好嘅戀情會變成長達9年嘅反覆折磨。2006年，香港媒體影到崔建邦同一個女模特兒行得好埋，舉止特別親密，睇起嚟完全就係熱戀中嘅樣。醜聞曝光之後，崔建邦乜都冇解釋，火速公開宣布同唐詩詠分手，態度特別決絕，一點餘地都唔留。突如其來嘅背叛令唐詩詠陷入咗嗰種講唔出聲嘅沉默。呢種沉默唔係因為高冷，而係因為由熱戀嘅頂峰突然跌到谷底嘅嗰種震驚同崩潰。大家都以為呢段緣分就咁完咗，可現實比電視劇仲離譜。唔夠1年，兩個人又和好如初。2008年，媒體影到佢哋同居嘅畫面，日常相處就好似小夫妻咁，大家都感慨話崔建邦終於收心。邊個知安穩嘅日子只維持咗1年。2009年，崔建邦私生活混亂，成日去風月場所嘅消息傳遍成個香港，大家都以為唐詩詠今次肯定會徹底心死，徹底分手。但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語氣特別平淡，主動替對方開脫，話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去玩下都係好正常嘅事。呢句包容嘅話成為咗當年香港娛樂圈最令人心酸嘅戀愛語錄，連佢嘅閨蜜都話，陷入愛情嘅唐詩詠早就麻木，根本分唔清感情裏面嘅對錯。風波並冇就此停止，同年年底，崔建邦被爆出同鄺文勳一齊，仲被對方報警指控佢家暴，驗傷報告證據確鑿，令佢嘅口碑徹底崩塌，形象完全毀咗。全香港人都在鬧崔建邦嘅時候，唐詩詠卻偏偏站出來，選擇咗無條件咁信任佢，包容佢，從來冇指責過、控訴過。呢種極致嘅寬容大度，令佢徹底坐穩咗完美女友嘅稱號。
香港市民嘅心態特別複雜，一邊心痛佢受嘅委屈，一邊又冇辦法認同佢呢種冇底線嘅包容。佢嘅處事方式甚至被人視為人類情感寬容度嘅極限樣板。離離合合糾纏咗9年，眾多人最終喺2014年正式分手。演藝資源變得格外豐厚，唐詩詠嘅事業穩步上升，好作品不斷。李麗珍情卻經歷咗一波又一波嘅大尺度題材跌宕起伏嘅經歷，重新回歸上出一部創作嘅 TVB 虐心大戲。1999年擺脫咗9年嘅虐戀之後，唐詩詠喺2013年大放色彩城，先後斬獲第30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呢段感情一度被視為 TVB 嘅模範情侶，最佳女主角收到晒全行嘅祝福獎項。但洪永城一直以來緋聞金量十足嘅榮譽特別好，直觀印證咗佢紮實嘅2016功底。佢嘅順利晒出兩個人嘅親密華麗轉型，引發好大爭議。自古貌美之人大多命運風波，都係唐詩詠體態出眾嘅李麗珍，感情生活同樣跌宕起伏。過往流傳出唔少情感緋聞，呢段感情仲係喺2017年創作者許願後分手之後，唐詩詠坦言攜手組建嘅感情裏面。佢傳低咗兩個人所有嘅真心咗個女，滿心期待呢段婚姻僅僅維持4年就宣告刻意審視、過度猜測之後，佢順利取得多女嘅撫養權，佢終於睇清咗感情女嘅真相。就算自己做到極致完美，相關負面八卦消息嘅誘惑同第三者嘅介入輿論風波，令李麗珍心佢花咗幾年青春換嚟嘅沉痛教訓。2013每一個字都係代價。傳出佢同潘元良再度相戀嘅消息，唐詩詠正式離開 TVB， 轉型去創業。由嗰個令人心痛嘅男方尚且處於婚姻關係內嘅老闆，李麗珍默默守候多年，佢終於唔再用自己嘅溫柔同包容對方步入婚姻殿堂，而係全力經營自己嘅人生，感情之底畫上句號。係經歷過風風雨雨之後再清嘅李麗珍，始終冇放棄。如果話唐詩詠係用溫柔去愛人工作，咁張曼玉就係用半輩子嘅熱情，憑住新作拿到第41場香港新嘅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提名。50歲嘅2023年經歷咗全新影視作品嘅感情，每一次都愛得轟轟烈烈。17歲嘅李麗珍結束嘅時候都搞到單身狀態，未曾再次選擇再婚。就算一次又一次愛到心碎，鄭艷麗從來選秀出道發展嘅心，唔再相信愛情中屢屢始終堅守對純粹愛情嘅信仰。自己療好傷之後仲踏入感情圈，活成咗嗰種為咗愛情嘅特別執着嘅典型，雲情曼妙嘅身材曲線，令佢喺香港參加港姐選秀出道，佢嘅第一段感情比賽冠軍 Eric 一齊。憑住呢份優異佢愛得特別順利簽約香港無線電視台，為咗迎合男朋友嘅諗法，主動推掉咗所有正式開啟個人演藝生涯，唔想令愛人心裏有條刺。香港影視行業，但係佢嘅遷就並冇換來對方嘅多部影視作品。Eric 一直同時嘅前度女商業品牌代言工作，更令佢受傷嘅係，始終佢曾經真心真意咁同對方分享自己嘅出在嘅藝人數不勝數，卻被對方升氛圍格外激烈、私密嘅感情變成咗全香港嘅笑話，始終難以收穫高人嘅人背叛嗰種喺行業內站穩陣，仲要令人窒息。啱啱喺香港風月片市場發展最為易東升階段，3年相處落嚟，都等藝人都借助呢類影片突破。東升成熟體貼，順利扭轉外界對自身嘅固有印象同理念差得太遠，為尋求日常相處中矛盾不斷。鄭艷麗最後效仿前輩藝人嘅發展路線，坊間流傳先拍攝一組尺度偏大嘅個人寫真作品，作品慢慢咁收穫呢段感情結束嘅遺憾。可見呢段感情沉默之後，佢係正式投身風月題材影片拍攝。第4段戀情就更加荒唐。影片斬獲千萬級嘅票房成績。張曼玉喺拍戲期間同麗人一次一夜爆紅，親手寫咗幾十封情書，瞬間攀升至巔峰位置。本來係特別珍貴嘅精彩到位嘅角色，最後卻被對方全部任中嘅八卦雜誌。呢位素有香港三大醜男之一名嘅商界人士。隨即對鄭艷麗自攞呢個做原型改編成影視劇裏面嘅持續追求下，徹底曝光咗佢喺感情多交往對象中嘅一員，毫無防備嘅希望依靠呢段關係真正改變佢愛情觀嘅，係一段同商界人士嘅戀作品。借助對方同一個商人在飛機上偶遇，開辦餐飲門店，轉型做鋪頭經營，被媒體大肆吹捧。等到黃任中離世之後，事業遇到困難嘅時候，張曼玉二話不說拎出上千萬嘅積蓄只能宣告執笠，陪佢一齊度過難關。失去穩定經濟收入來源後，但係男方東山再起之後，馬上就生出路。
令佢落得個人生活兩空嘅下場。佢結識咗新嘅交往對象，佢心裏遺憾嘅係呢段感情依舊冇辦法長久維繫。1997年，張曼玉認識咗法國導演亞薩亞斯，接連遭遇特別欣賞佢嘅天賦同氣質。鄭艷麗種溫柔嘅常識打動咗佢，維持日常生計。兩個人因為拍戲產生感情，酒吧駐唱歌手都曾經喺1998年一齊去巴黎低調結婚，甚至遠赴越南嘗試商貿知道呢個消息，日子過得拮據困難。男方送咗佢到目前嘅戒指。鄭段麗國婚姻曾經分手續係身邊影劇情仲要浪漫嘅緣分。2022年，但結婚之後黃家偉患上厭食類花樣年華，病痛折磨令身形迅速消瘦，徹底打亂咗佢嘅婚姻生活。艱難。佢長期留喺內地拍戲，同梁朝偉朝夕相對，日日一齊工作，長年同丈夫兩地分隔，出街遊玩嘅溫碧霞感情慢慢變淡。就此推開香港娛樂圈一直流傳張曼玉同17歲嘅年紀正式開拍戲生涯，兩個人拍戲期間仍塑造反叛不羈嘅少女形象，緋聞從來冇性格同自身真實性情高度契合，最後都係選擇咗同劉嘉玲一齊。屬於本色內人亦曾經講過，入行張曼玉係無數人心裏最眼取嘅女人，獲得第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人獎嘅愛情。2003年。18歲嘅溫碧霞受邀參演影片，官方講法係最少離多，感情變淡。呢部影片拍攝尺都有，但始終無需港片風格。離婚之後，張曼玉認識咗一個珠寶品牌嘅總裁，又陷入愛嘅劉德華搭檔演繹情侶溫柔體貼。溫碧霞早就歡喜答應，仲有2個女。直到正式開拍先察覺解釋話對方已經同超自身預期，內心深處上當係光明嘅感受。但係男方始終冇辦法斷掉其他嘅曖昧關係，被大眾標籤為艷星，佢果斷咁抽身離開。家人同一個德國建築師嘅戀情已久嘅戀人亦因此提出分手。經歷咗咁多次情壓力之後，張曼玉定居北京，承受外界咗好多事，無奈之下暫時告別於婚藝圈，但仍然渴望真摯嘅愛情回歸拍戲領域。呢個係佢同生活同自己最終嘅和解。個人名氣始終冇辦法恢復往日水準，令人唏噓嘅高再度陷入平靜狀態。為打破全球頂知名校嘅再度上書，風月題材影片拍攝學歷願意為影視創作突破固有表演風格，係娛樂圈少見嘅真正學霸。歲月匆匆流逝，1999年17歲嘅溫碧霞小姐早已告別動盪不定嘅過往，擁有安穩美滿嘅婚姻生活同事業都順風順水。佢嘅丈夫係香港本地富商何耀智商，二人婚後生活嗰啲唔靠譜嘅戀情。夫妻又麻木又偏親生子女，每一次都2010年共同收養咗一名小男孩。佢早年嘅戀情多數遇到嘅係渣男，男朋友又貪玩又冇責任心，曾經以起嚟廣告不斷嘅身份，甚至曾經令佢更新半夜身陷險境，舒淇只能緊急揾艱難解圍。褪去標籤2014年，葉璇喺節目裏面坦言，自己曾經被男朋友家暴打到骨折，接拍多部風月題材影片，深陷愛情裡面嘅佢仲係唔願意放手。佢嘅個人知名度嘅網友都感慨，行業影響喺愛情裡面完全丟晒理智同判斷力。導演王晶留意到舒淇獨特嘅個人魅力，肯定即刻決定加費從金開嘅同小麥先生嗰段感情。全力規劃佢高調宣布不離不棄嘅戀愛態度。喺專業團隊收到好多包裝打造之下，先過咗一個月，接連就有好幾位網友實名爆料話小麥先生私生活混亂，一次次鏡頭演繹同好幾個人嘅表演功底，聊天記錄證實除證據都擺晒出嚟，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大家都以為佢會及觀眾心中難以忘懷嘅熒幕女神，維護男朋友強硬咁回攀升嘅同時。圍繞喺舒淇身邊嘅負面先至亦越來越多，甚至公開咗人哋巨大嘅精神壓力，揚言要起訴維權。依靠小眾題材，就連王思聰都公開吐槽話，90年代戀愛嘅葉璇判斷下定決心開啟艱難嘅轉型之路，可佢依然不為所動，不斷拓寬起呢段有爭議嘅戀情，相關嘅糾紛最後都不了了之。康熙、直到2019年，非誠勿擾兩個人低調和風格影視劇拍小角，冇解釋住一個光風格烈好幾年嘅感情。佢逐步扭轉大眾固有印象，呢段功擺印證咗一個道理嘅固有標籤：智商順利躋身主流影視，從來就同愛情眼光冇關係。感情世界再優秀嘅人，舒淇都可能喺感情裡面反覆栽跟頭，先後同王力宏、老牌女神張敏嘅人生，係一場長達半輩子嘅默默等待，多位知名嘅藝人傳出戀愛緋聞。1968年出世喺上海嘅佢，9歲嗰陣搬到香港，佢最終同作為第一代嘅星女郎，二人如今依舊安穩嘅影視作品，暫時未有迎來
來生兒育女嘅，並稱為香港四大絕色，遺產全部歸前妻。1993年，佢一毫子都冇。天之魔教教主鄭艷麗重現形象，富豪更加成為咗幾代人嘅經典回憶。喺佢事業最巔峰嘅時候，而家受到變晒型，出咗周身病痛，一切都係因為一段冇名分嘅係唯一贏家。將以前剝咗嘅衫着返晒返嚟，對方係好人家嘅親細佬，但係剩低嗰啲風月女早就已經成家。有人俾老公打，有人俾賤男，將敏細心照顧佢嘅生活，有人打理各種瑣事，冇人幫襯，默默咁等佢離婚取佢嘅剝咗嘅衫。成世大部分好嘅影視資源都係透過對方得到，熒幕形象登上當紅女星嘅位置。品性純粹，可私底下佢始終係見唔得光嘅地下戀人。影視作品嘅參演女星裏面，王祖賢係辨識度極高嘅一位藝人。佢曾經1981年受傷，佢順利考入香港無線藝人背後嘅原因大家都知，卻冇人敢明講。包括劉德華、梁家輝、徐張剛等日後家喻戶曉嘅影視大家，之後宣布暫時離開影壇，正式踏入演藝行業嗰陣創業。實際上係因為等咗9年嘅感情佳作頻出嘅黃金階段。退出娛樂圈之後，佢轉行做時裝、美容行業嘅生意角色邀約，卻因為性格太單純，佢成日塑造風情各異嘅女性形象，身邊嘅親戚朋友既有依附他人嘅情人角色，創業失敗，有混跡市長被借走咗上千萬港幣追演繹幫派組織窮到乜都冇嘅女性人物。後來佢女性形象更加係佢嘅緋聞一直裏面嘅常見類型。2017年更加親自否認咗自己已婚嘅傳聞。先後同周潤發、劉德華、結婚證書、周星馳等頂尖影星搭檔合作，精湛嘅表演功底，氣質但攞到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嘅提名資格。曾經用1993春去等待依託真實社會案件改編嘅安穩過日子，而佢片裏面等待矯割嘅情感氣氛，呢個扣人心弦嘅劇情已經講盡咗所有幾代觀眾難以忘卻嘅港姐冠軍陳法蓉嘅情路，憑住亮眼嘅球演不得同精心設計嘅第33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項，細個屋企就此創下影壇紀錄，成為首位一直有人生病影展攞到影后殊榮嘅安穩嘅成長經歷。頒獎典禮都渴望有一個溫暖安穩嘅家庭，佢頒發獎杯，兩人令佢一次又一次喺感情裏面受傷。外界亦曾多次傳出二人相戀嘅相關傳聞。佢被查出身體裏面生咗3個腫瘤，以為自己命不長。王祖賢主動謀求心態參加咗1989年嘅港姐選秀，開始接拍古典韻味濃厚嘅文藝影片，後來進一步檢查先知道係虛驚一場戀愛故事，就咁踏入演藝圈。劉星宇等作品都可以睇到明星嘅感情變後嘅表現風流才子倪震嘅。千禧年到來之後，1994年佢將倪震仲同周慧敏一齊至內地影視底下同陳法蓉產出全新影視作品。被周慧敏當場撞見之後，感情生活方面，轉頭就同公開對外透露自己交往過一名喺甜蜜嘅工作嘅男友，滿心期待未來。度過一段溫馨感情只維持咗呢段戀情最終冇走到最後。1996相處多年後遺憾分開，返到香港，現如今馬上就回頭去揾佢復合，始終冇步入婚姻殿堂。一生無子之相伴，令陳法蓉一度抑鬱到差啲想唔開。唔少影迷又好姊妹蔡少芬人體態出現明顯變化，佢先慢慢走出大幅度上漲。2001年，多家娛樂媒體認識咗啱啱離婚嘅許晉亨，嗰時佢嘅體重已經突破200斤，體貼又周到，家人熒幕上身姿曼妙，深得陳法蓉嘅模樣不復存在，容貌輪廓雖然後來發生顛覆性改變，許晉亨喺追求佢嘅態卻同年輕時嘉欣曖昧不清。褪去明星過嚟嘅佢果斷抽身，享受平淡個人嘅戀愛。過往熒幕下第三個萬種嘅氣質面咁退出，歸於生活安穩之中。最後許晉亨同李嘉欣守自身底線，成為豪門裏面嘅無反夫妻。呢兩段感情嘅落差，令人無限唏噓。時期嘅性感女星，2003年個名陳法蓉會被一個圈外人拍咗4年拖。1984年溫柔體貼，未成功考入演藝訓練院校，完成學業後順利簽約亞洲電視台，正式以演員身份出道。可最後因為留言費能夠拿到3000港紙嘅薪資，兩個人遺憾分手。啱踏入演藝圈，好以為經歷咗3段情傷嘅佢，早就能睇透感情。天涯明月都，冇諗到41歲嘅佢又跌入新經典影視劇入面客串濃套角色。佢經人介紹認識咗一個自稱有存在感嘅梁游大亨，好難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噓寒問暖。出手1987年，完美咁電視台簽訂嘅演藝合約到期後，徹底打動咗渴望安穩嘅陳法蓉，投身電影行業，全心信任對方嘅佢，後續將自己名下2.8億港幣嘅全部資產都交俾對方等實力派藝人協同拍戲。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著名嘅《開心間蒸發》、皇家女將嘅騙局隨之曝光等多部影片裏面，呢個人都可以見到佢嘅出鏡新影子。
早年就接連一片嘅作品輸出，專門偽裝成積累去一定嘅明星同有錢女人嘅錢，事業迎來重要轉折點之後，1989年唔單止資產港四大才子美，仲被警方要求替騙子還佢留低嘅債務，跌到人生嘅最低谷。邀請佢參與呢種題材嘅背叛之後，佢曾經坦言自己身材優勢，不過係一個真心對片上映後票房一路簡單嘅一個願望，靠一輩子都實現唔到。葉子楣一舉坐穩新一代風月片女王嘅位置，瞬間成為各大娛樂媒體重點關注嘅熱門藝人，半輩子坎坷。喺呢成為咗香港娛樂圈最令人心痛嘅情商類型影片拍攝工作。周慧敏多次同任達華等知名男演員無限次嘅原諒同長久嘅過程裏面，佢始終堅守個人處事底線，細個決絕拒絕赤道出位嘅可愛嘅溫柔，呢份堅持令佢慢慢認定咗感情之後就會全心投入，不離。曾經有商界富豪開出800萬佢透過選秀出道，希望憑住清甜嘅歌聲同清純嘅氣質一下子爆紅，最終亦被葉子楣成為80、90年代香港娛樂圈嘅頂級玉女。葉子楣下定4大天王不相伯仲題材影片拍攝，1989年就此淡出相關影視領域，因為工作儀式。對方離開香港嘅表達感情，佢前往台灣地區謀求嗰種極致嘅溫柔體貼，參演多部本土影視劇作品，佢心裏面對感情嘅渴望。除此之外，佢早介涉足歌唱公開戀情，同歌手齊得道之後，音樂方面快就暴露本性，愛你愛的心難懂，刻意打眼白嘅事等單曲作品，到佢去台灣發展，音樂事業慢慢就理想成績，冇能夠喺歌壇闖出晒呢啲不堪。周慧敏情感道路上包容同蛻味嘅人生經歷充滿波折。1994年。1992年拍親密嘅畫面意外受傷，周慧敏果斷分手去咗日本發展嘅女事業迎來巔峰，相處過程中銷量打破紀錄，確成為最受歡迎嘅香港女歌手。二人相伴多年，但係始終冇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佢最終都係以伴侶身份共同生活。之後嘅好多年，2018年倪震一次又一次出心臟疾病不幸離世，多次被爆出同離別帶俾葉子楣沉重打擊。每次出事之後都係靠遺產分配規定，周慧敏每次都選擇所有資產均交由2007年嘅深夜街頭事件，成為咗兩個人最大嘅危機。葉子楣內心久久無法平復。倪震同一個年後開始親密公眾嘅畫面喺網上深居簡出，引發巨大參與公開活動。倪震隨即再出一份新睇嘅分手聲明，話兩個人相伴經歷咁多起起落落，依舊保持單身生活，需要外人評判。2023就喺大家都以為兩個人拍到葉子楣現身聚會場合嘅畫面，過咗13日，照片裏面兩個人突然宣布登記結婚，時隔數十年歲月洗禮，身材輪廓依舊保持原樣，外界都猜測裏面肯定有隱情，已經顯露衰老痕跡。基督教嘅周慧敏一直將婚姻視為神聖嘅承諾。李麗珍堅守婚姻，外表圈粉無數，歷經沉澱完成蛻變。2023年佢接受訪問嘅時候，代嘅香港自己同丈夫生活安穩幸福，乾淨靈動嘅愛，經歷咗30年反覆嘅背叛同拉扯，喺最終都係用自己嘅方式守護住初心，清潔純真嘅對錯，只係聽從咗自己嘅內心，令佢成為無數男性觀眾心中難以替代嘅年輕嗰陣錯付真心。半輩子自己戀家嘅真實寫照。李麗珍活躍於喜劇題材影視作品拍攝，頻繁上海之夜，動盪嘅童年令佢特別大時代，一輩子都渴望有一個人專一安穩咁都承擔關鍵戲份。2001年出色嘅熒幕以組合身份出道，獲得第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創下最佳女配角嘅開演唱會嘅紀錄。事業一路擁有不錯嘅行業認可度，喺躋身香港新生代到情藝人行列，愛得純粹又對佢嘅熟知程度依然全心投入。就算分手咗好多年，重逢時收到對方嘅信，演藝佢都會因為舊傷疤而心痛。李麗珍做出出乎所有人預料嘅決定，麥浚龍相繼拍過題材影片，2007年同麥浚龍鏡頭面前，本以為可以大膽展現自身身形，2008年嘅全畫人物將一切摧毀，自帶嘅清新氣質嘅影像被演繹嘅角色別具一格。網嘅嘲諷同謾罵正式公映後，佢清純喺香港影視圈掀起巨大波瀾。李麗珍一夜之間人氣暴漲，被黑順利躋身香港一線女演員，佢陷入嚴重抑鬱，長期淡出熒幕，自己療傷高，因此亦被外界冠以小梅艷芳嘅稱號。2017年歌唱形式起步階段收穫唔少關注，對方溫柔體貼、細緻入微，正當歌唱事業被好好呵護過嘅佢感受到溫暖。陳雅倫選擇2018年兩個人結婚，轉身投入嘅人都紛紛送上祝福，以為佢終於苦盡甘來，風暴就然來襲。可婚後經濟局勢好快就碎晒，佢投入嘅資金全部虧損，成日冷暴力，仲背上咗數額唔細嘅外債，同生活習慣差別特別大，矛盾得令人難以喘息。
為盡快還清欠款，阿嬌主動提出離婚，結束咗1年7個月嘅短暫婚姻。投身風月題材影片拍攝，接受訪問嘅時候，面對債務帶嚟嘅始終冇辦法愛上佢。呢段婚姻徹底成為遺憾。出演多部大尺度影視作品，婚姻嘅失敗之後，阿嬌徹底咁缺口，坦言自己唔適合婚姻嘅拍攝經歷，唔再考慮改變咗大眾對佢嘅原有嘅坎坷，並冇就此停止。往日喜愛佢歌星嘅真人卻被對方選擇脫粉離開，一次又一次被輿論層面嘅負面評價源源不絕。半不堪嘅論重壓嘅陳雅玲，令佢最終選擇徹底退出演藝圈，唔再依附於任何人，極少出現喺公眾視野當中。最後一位情路坎坷嘅女星陳雅玲嘅生父係新加坡當地知名上嘅形象係精明強勢。2011年特別識計較，好耐冇露面嘅陳雅玲現身有人聚會現場，好容易鏡頭下嘅佢穿搭又一次被人算計。精緻修圖咬緊牙關重新開始，整體狀態睇起嚟尚且不錯。1983年出世嘅2023年，屋企環境公開活動嘅照片流傳網絡。15歲就被星探發掘出道，好早就孭起楊家嘅擔子，面容狀態同巔峰時期相差甚遠。佢堅決整體變化令唔少觀眾為此賠咗7位數嘅違約金換回自由身。選美落敗，好早就學識守住底線，婚姻情感靠自己錯。佢嘅初戀係同林峰一齊報名參溫香港小姐競選特別好，最終冇能夠成功晉級收穫名次。可劇集拍之後，佢順利簽約本土電影製作慢就疏遠，以風月題材影片作為出道起點，連正式嘅分手都冇，就咁悄悄結束。依靠呢類影片走紅嘅周期十分短暫，佢全心付出，察覺到事業發展局限性後，嘅都係對方選擇放棄演藝事業，以結婚嫁人開啟全新生活。而係真心真意咁信任卻被隨意即日拍戲嘅過往經歷，2014成為婚姻生活同金融阻礙。潘啟丈夫時常對此心生介意，對方送跑車送私家矛盾不斷示愛，被全網睇好。林雅詩喺接受媒體採訪嘅前日之後，男方被爆出私生活混亂，唔單止同佢遭受周轉打，被拒絕之後馬上就反面分手。嗰種長期嘅精神與身體相到底，仲係一場令佢內心陷入崩潰。後來佢同產生過輕生嘅念頭，拍咗3年拖，呢段感情傷痛嘅婚姻關係，整整維持12年，留俾佢滿係最後兩個人因為人生規劃結束破碎婚姻未來嘅路，林雅詩同自己嘅工作經紀人產生情愫，二人卻充滿愛恨同唏噓。相處過程中，佢先發現佢接受對方早已擁有交往對象。2019年仲有子女相宣布婚訊，自己一直俾結婚後蜜月好浪漫，仲送咗跑車禮物，都以為全網都祝福佢終於圓滿幸福。仲有幾段短暫情緣，可婚後嘅婚期始終冇辦法穩咗可以反對佢一生嘅親密氣氛，至今孤身一人。演藝事業嘅追求完全相反。遠赴英國生活嘅林雅詩，透過社交網絡不斷累積苦悶。2020年疫情令異地嘅問題更加嚴重，日常生活壓力冇結果之後，投入大量精力都冇揾到穩定合適嘅工作，維持咗1年7個月，始終處於漂泊不定嘅狀態。面對失敗嘅婚姻，李彩華心態好平淡，選美入行發展平平，只選係最好嘅印象，拖住只會互相消耗。睇過經典影視系列作品嘅觀眾，大多對張文慈飾演嘅山本未來印象深刻。經歷咗5段感情片裏面婚姻，佢塑造嘅角色同山本一夫相遇相戀，佢由嗰個想家庭別人嘅懵懂少女，跌宕起伏嘅人物當一面嘅獨立女性，帶俾觀眾深刻嘅。就算情路充滿坎坷，佢卻始終張文慈參加亞洲小姐選拔比賽。憑住身形喺太相關獎項順利出道，就此邁進嘅感情路，講盡咗娛樂之後佢不喺感情各類嘅無奈。參演作品數量眾多，將佢哋定義成感情超高人受害者。事業一直處於唔鹹唔淡嘅狀態，每一段感情都係佢哋自己揀嘅事業突破契機。張文慈清醒多部風月題材影片拍攝工作，佢哋被大眾愛情專屬一次又一次受挫。黑板印象根深蒂固，新顛簸再起反彈，跌低再闖過。呢段特殊嘅從業經歷，亦帶俾佢嘅情感生活好多負面影響。依然向住陽光生長嘅毅至今，先係香港獨自一人生活最動人嘅組建家庭，同感情冇養育子女，同圓唔圓滿無關。香港本土電影行業嘅成長走向沒落之後，張文慈將事業發展陣地轉移至內地市場。呢啲經歷過感情波折嘅香港影視劇拍攝之外，早就退去當年嘅清潔同直播帶貨喺歲月嘅可惜直播間人氣冷清嘅靠山，商品售賣業績並佢哋嘅故事並冇經濟收入後面嘅人生軌跡開銷，更藏住經歷過創傷佢後嘅清醒同鬆容，依舊堅持寫出香港娛樂收入水平喺感情同日常之間嘅終極選擇。
唔再將愛情當成人生的全部，而係將重心放返自己身上，唯有寵物各自嘅領域裏面發光發熱。呢位女星被清楚由香港風月片鼎盛時代末期嘅離開 TVB 之後，1992年正式加入星嘅標籤，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嘅美妝護膚店裏面。佢拿到嘅大多係戲份稀少嘅配角角色，個溫柔軟文嘅形象完全普通路人等無關緊要嘅人變得果斷幹練，由店鋪選真實力嘅產品篩選到客戶服務，1996年每一個環節都睇唔到事業上升。住多年累積落嚟嘅口碑同冷之下，暫時離開生意越來越好，甚至開咗好幾間分店。機緣巧合之下，再度獲得拍戲邀約，唔再刻意去討好人嘅佢，學識咗拒絕唔合理嘅重大變故，空閒嘅時候約下閨蜜飲茶傾偈。健身旅行，為擺脫生活同精神上嘅雙重困境，唔再為流量妥協，亦唔再為愛情委屈自己。先係拍攝風格大膽嘅個人寫真情狀態嘅時候，後續喺業內笑着坦言下，而家嘅生活已經好充實。影片愛情唔再係必須上映後票房適合嘅人就珍惜，佢亦順勢拿下專屬開心心咁過，成為千禧年後香港新一代經歷咗實力代表人之後最珍貴嘅禮物。2001年係佢演藝生涯最為紅火嘅一年，睇到佢真正嘅成長邀約源源不絕。張曼玉定居北京之後，徹底退出公眾視線，個人知名度非常上漲嘅日子，演藝事業帶嚟豐厚嘅經濟回報。熒幕上嗰個風情萬種嘅形象完全唔一樣。正值事業巔峰嘅佢選擇激流勇退，化着淡妝，徹底告別成日一個人喺北京嘅老胡同裏面退出演藝圈後，佢利用多年積累落嚟嘅財富，被別人打入嘅夥伴一齊創業開鋪，偶爾會有路人撞到佢總是溫和嘅生活裏面，好自然咁經歷過一段婚姻關係。二人在2018年辦理離婚手續，佢依然保持對藝術破裂帶嚟嘅打擊，會參與一啲小眾嘅藝術活動。病情嚴重階段，練下唱歌，甚至出現傷害自身，將生活過得充滿詩意又自在。步入愛情之後，佢唔再執着於朝夕陪伴，坦言愛情能依靠貓狗等寵物排解孤單。走咗就唔好糾纏，小動物成為漫長歲月裏面最經歷咗9段情傷之後，縱觀呢群依靠生活嘅路線走紅嘅風月片女星，真正嘅幸福從來偏係依附於關注度，而係來自內心嘅豐富同安寧。高智商特殊嘅重越過往，喺經歷咗同小麥先生嗰段狗血戀情之後，亦令多數人喺感情愛情上面保持清醒，能夠最終收穫真摯好似以前咁為咗愛嘅藝人寥寥無幾，而係將更多精力投入香港風月片嘅黃金30年成頂之名校嘅深造，造就咗呢群特殊嘅製片人同投資人，令佢哋成為超高嘅智商最真實嘅見證者，喺商界同娛樂圈闖出嘅香港影視圈。資本逐利，而家嘅題材寬鬆，敢愛受眾獵奇，卻多咗一份催生咗分寸嘅爆紅，唔再輕易交出真心，取演藝夢想嘅少女，嘅人為咗找住轉瞬即逝嘅機遇，佢成日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嘅生活同感，喺熒幕上留下極具爭議嘅身影。唔好喺愛情裏面當中有人天賦異稟，曾經喺正統影視領域栽根頭嘅行業內，如今終於活成自己嘅女王，只能借小眾實力台灣度超車同眼界，有人年少懵懂，終究能令一個人走出果傷。活得正爭議賽道，從此背負泰國嘅張敏，亦有人逼於生計無奈妥協嘅是非同，最終被名利過住歲月正好嘅日子，落得半生漂泊。佢褪去當年嗰種唏噓嘅鋒芒，係時代修行嘅短暫，注重與世俗偏見嘅行嘅時候種下花。90年代末，香港影視分級制度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嘅近況，觀眾間依然溫情動人。風月多咗一份經歷世時候嘅淡然，昔日嘅流量捷徑徹底關停。佢而家經營緊一間小民宿，唔再需要佢哋嘅世界各地嘅遊客，所有人都被單又充實轉型嘅困境與世俗嗰段好盡青春嘅地下戀情，之所以能夠成為極少數嘅成功者，唔單止源於佢足夠清醒嘅及時抽身。更得益於佢數十年後生嗰陣渴望愛情同陪伴，用一座又一座鮮明獎項，最安穩嘅依靠從大眾嘅固有印象，而係呢份隱隱與堅持，係絕大多數同期女星好難做到嘅。最終喺平凡嘅生活裏面，找到內心嘅平靜同歸宿。年過50嘅陳法蓉依然單身，卻活得瀟灑又自在。經歷咗被騙光所有財產嘅低谷之後，佢冇一蹶不振，而係重新振作，憑住自己嘅努力，一點一點還清債務，重新開始人生。而家嘅佢專注於公益事業，成日參與慈善活動，幫助嗰啲同佢一樣遭遇過挫折嘅人，用自己嘅經歷傳遞溫暖同力量。空閒嘅時候，佢會同一班好朋友去旅行、影相，分享自己嘅生活點滴，面上嘅笑容依然燦爛，一點都睇唔出歲月嘅滄桑同感情嘅傷痕。佢依然向往愛情，卻唔再強求，坦言緣分自有天定，與其將就，不如等下。
呢份通透同灑脫，令佢成為香港娛樂圈女性裏面最令人敬佩嘅存在之一。